宣调。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上帝的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咱就好胆上群恩典的滋味，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最及时的帮赞。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那么做伙三个来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阮满心的感谢你，根据你教阮做进入你的圣殿，让你的灵来引导阮的礼拜。但阮众人无论是伫居家隔离，也是伫任何的所在，要做来恭听圣经以及宣扬你的话语。拢会通归向你，即叫阮脱离迄个癫狂的罪恶，脱离遐个顺服人较赢过顺服你的即个过犯，并且恳求你常常做阮的即个指导，做阮的光，做阮的安慰。但今仔日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主你的小不多前。要来恭听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来安静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旨意，也通听清楚你的教示，互阮会通伫这个主的这个生活中有好的见证，也互阮会当活出主你的香味。甲阮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甲最近因着这个疫苗的普及以及注射，国内的疫情就渐渐有紧这个缓和落来。主啊，你的创造，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恳求主你来施恩赐福，守住阮大地有这个清气的环境，互这个病毒的阴霾会当紧紧离开阮，互美国、台湾、全世界拢通恢复过去。迄款的健康，阁有毋望一个地球村，愿拢毋望上帝怜悯，互众百姓有悔改的心，恳求上帝来医治这块土地，互大家拢会通安居乐业。但今仔日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阁一摆来宣告，来激励阮，来保护着阮。互这个世界有新的盼望。但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阿罗尼，恳求主来怜悯阮，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所有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食这上帝赐予一个管道。但现在恳求主你，先来牵起罗卜的嘴，圣神也搁一摆来感召阮的心，阮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们。
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7章32到35节。32节，有人带一个臭耳人，挂着纸巾的就近伊，求伊甲伊还手。耶稣带迄人离开众人到边头，就用枕头探伊伤病的耳孔，佮配烂来摸伊的舌，天吐气，甲伊讲，伊发呆，就是讲开。伊伤病的耳孔就开，纸巾也透，讲话明明。第二位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第8章26到27节。26节，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书，甲听遐个语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学老单单称上主尊名。
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当这个胎儿伫老母的腹肚底的时阵，伫咧渐渐伫长大的时，耳孔这个听觉是头一个发展的这个器官，伊所听到的各种的声音，拢会记录伫伊的脑细胞内面。所以我细汉查某囝，伊专攻音乐的这个钢琴 piano 的老师，所以当伊怀孕的时阵，伊就买一个真特别的这个耳机，常常家夹伫这个腹肚顶悬吼，每一工拢播送这个优美的音乐，互腹肚底这个婴仔来听。所以，减这就是咱所讲的这个胎教吼胎教。所以，当我的这个金孙出世了后，伊对这个声音特别的敏感，也真有这个节奏感吼。我会记伫一岁外的时，伊常常都摕到双手摕到细支的这个鼓笛，就节奏的，来讲到伊的这个饼盒仔吼，但当做伫拍鼓安尼。伊若听到这个节奏的这个音乐的时，伊就对着这个音乐来震动伊的身躯。非常的喜乐，甲活泼。那么，这个就是世界
送互这个新生儿的头一份这个礼物。这份礼物那亲像一片这个晶片吼，顶面有各种甲伊未来生活环境有关系的这个声音，所以袂当否认，这个声音对于未来这个成长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这个是对上帝遐来特别的设计。如果你若不幸，你的听觉器官有这个欠缺，啊，像软只的时呢，可能就影响到伊学习这个能力，特别是对这个讲话的这个能力，受真大影响。所以马可福音第7章记载，有人带一个个臭耳人，又个有这个语言上太矮的人来见主耶稣。一个人检测是这个大字吼，也是讲厌恶，讲话袂清楚，或者是因为伊臭耳人，所以从来毋捌听过学过这个正确的发音，所以袂晓讲话。所以丁道尔这个圣经译本就讲，这个人嘴内是乱叫乱嚷，毋知伊咧讲啥物。我想这个可怜的人呢，伊讲话的能力，伊讲话的这个功能检测是正常的，毋过呢，因为伊臭耳人，伊袂当听到正确的声音，所以伊的字头就亲像拍死界，讲话起来就那像这乱叫乱嚷，毋知伊到底是讲啥物。那么最后所看到这个可怜的人，徛伫这个人群的中间，真紧张。伊并毋知影最后说，这个人是几罪，伊嘛毋知影为什么大家拢围着最后说呢？所以迄时阵语言袂当发出什么款作用。所以最后说就开始演一出这个A狗戏，最后说用伊的肢体语言来表示伊对这个人的怜悯甲关怀。所以最后说先体贴，就应该坐去边啊。拄起伊的紧张，煞接的用伊的手指头啊，甲探入去伊的耳孔内底，会阁配一公烂呢，来抹伊的喙齿。哦，这安尼看起来敢足太过的吼，袂啦。因为当时的人，伊相信这个喙烂有医治的这个功效呢，特别是这个伟人的喙烂，更较有效果。所以最后说是用着当时。在两三千年前，人会通明白的方式来行这个神社的，就是伫当这个人会通听过声音，佮开嘴讲话以前，最后说，佮有一个真亲密的动作呢。这个动作只有是真细致的人才会当注意到，就是耶稣基督伊的吐气。我以前甲牧师娘也捌去参加过这个。异地的特会，场面拢是真闹热的，有大声即个敬拜俄罗甲祈祷的声音，有时阵佫有掺杂着即个扑啊声甲乐器的声音。毋过最后说伊无安尼做，耶稣是安静落来，最后说是额头仰天来吐气，有种真歹形容的即个感情，对伊心中来流露出来。即声这个吐气，甲咱所认为的上帝非常的无协调。上帝伊捌用喙中的话语来创造天甲地，伊也颁布这个10条诫，伊甚至用一句话就会当互世人搁再活起来。所以当最后说看到这个可怜的人的时，伊甚至连一句鼓励信心的话拢无。最后说只有是额头仰天来吐气。亲像是甲天顶的老爸做一个无言的对话，那就是讲上帝啊，你放伫这个人内面的这个荣耀甲形象，拢总无看到咯。这时阵，有时阵咱也会吐气吼。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叶明汉牧师吼，伊少年时是捌伫这个庙寺来做这个当机。也做一个算命先啊，所以上帝借着伊这个经验来使用伊，所以引出真侪人来跳脱，
脱离这个敬拜祖先的这个困扰，啊，得到这个救恩。总是这个亚牧师的牧师娘呢，第50几岁时就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所以亚牧师不得不爱提早退休，当来照顾伊的牧师娘。那么以前甲人有讲有笑这个牧师娘呢，现在拢袂通认捌人啊，像一个细汉囡仔啊，抓条亚牧师的手，一直比伫亚牧师的脚趾片后壁。所以我看到这对阿某的时候，我就吐气万分，我就吐气，哪会安尼啊？过去我嘛捌去排解阿某的这个纠纷，看到两个人两做啊吵吵闹闹，拢唔肯让步，唔肯原谅对方的时，我嘛心情不住紧，深深的吐一个大气，哪会安尼生啊？如果恁兜若有一个青春期的囡仔，你的吐气的机会会更较多。这个少年家的言行举止，拢会互你唔敢相信。这个满面全这条子的细囝，只有需要钱的时，才会出现伫你的头前的这个高囡仔。嘛捌是你伫这个怀中的宝贝呢。马可福音第7章。所提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吐气，是带着真深的这个忧伤甲愤怒。主耶稣看到迄个臭耳人个大智厌恶的人，伊心痛会吐气。那就是讲，无应该安尼生啊！你的耳根是应该听到的，你的嘴应该在讲话啊！主耶稣基督伊愤怒的责备，那就是对撒旦讲：撒旦啊，你做了伤过分咯！我已经看破你的规矩，我命令你放手，离开这个人去吧。最后说，基督若是无吐气，将这个人臭耳人、佮大智厌恶的人，杀互这个命运，我哎哟，伊的命运就无好啦，啊，伊的背字伤重啦，请问这个人敢有机会吗？好佳哉！最后说，基督伊吐气了，伊讲拍开吧，所以这个人就脱离以前凄惨可怜，所以伊即摆开始会当听见，嘛会当讲话真清楚啊！我相信这个人的面一定是放出这个光彩，因为上帝荣耀的形象拢总共恢复了。所以这个人就希奇，因所发出来这俄罗的声音讲，伊所做的代志拢是好的。最起头，上帝创造这个万物。上帝看作拢是好的，就是因为人犯罪就破坏掉迄个美好。主要说来带来这个医治甲安慰，主要说嘛要恢复迄个美好。所以吐气就是伫基督中心的这个艰苦。所以为什么要吐气呢？就是为着罪，为当害人到这款的凄惨的地步来吐气的。就像马太福音第8章17节所讲的。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讲，以代替咱的软弱，担当咱的这个叛变。主要说为着罪人来吐气，给世间人的这个世间上这个牧师、医生，也是病人的这个亲友，为着因未通医治的绝症来这吐气是无共款的。因为这人的吐气可能是无办法来帮衬，也是讲。无任何的这个切约，万般无奈的这个吐气，但是主要所基督的吐气是表明伊对人的疼心甲体贴，伊有能力通拯救，伊嘛有能力来医治因。那么主要说，为什么要吐气呢？主要说，虽讲是100%的神，伊嘛是100%的人，伊有人的感情，伊嘛有人的共款，伊嘛会受气。伊的忧愁，耶稣嘛会提考呢，所以伊当然嘛会吐气啊。所以说，虽然会当医好迄个人，总是伊若受到世间上还有真侪不退的人的时，最后说就要来吐气了。那么感谢主，伫这个肉体上、精神上这个苦难中，伊为着咱来吐气来祈求。
所以真侪人伫即个一帆风顺、凡事得意、亨通的时阵，主要所嘛会为着因来额头仰天来吐气的，因为主要所知影，好花无常常开，好景嘛无常常有的。到了时阵早起时，伫早日，伊为着即个圣城耶路撒冷吐气一样。当有一寡一心敬虔听主的信徒，若去遇到即个大困难的时，因为祈祷。总是若是即个可能接山连接二连三的连山吼，一直煞接来的时，会互因感觉真软弱，就毋知要安怎来祈祷咯。所以保罗先生讲，咱的软弱有圣神的帮助，圣神的任务就是要互咱有逐种的即个帮助，其中一条就是要帮助咱来祈祷，并且要教咱要如何来祈祷的。咱来看罗马人书第8章26节到27节有记载讲吼，讲何况咱的软弱有圣神的帮助，咱本来是毋知影要怎样会祈祷，只是即个圣神亲自用着讲袂出来，即个吐气替咱来祈祷。咁多人心诶，伊知影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是照着上帝旨意，伫替圣徒来祈祷的。圣神伫咱内面用讲袂出来即个吐气，为着咱祈祷，伫甲咱得到气力，会当下过这个难关。有真侪基督徒可能将其一生拢无办法做合着上帝心意的祈祷来，拢是需要挖过圣神来替咱来祈祷的。保罗先生讲，圣神亲自用着讲袂出来即个吐气替咱祈祷，什么款的造物为何这个圣神用着讲袂出来即个吐气呢？来替咱祈祷呢？为什么用这个讲袂出来即个吐气呢？迄一定是语言真歹形容的即个造物，无法度用着语言来安慰、来鼓励的即个造物啊。所以只有就是同在伫咱陪伴中的即个吐气啦。伫即种造物的中间，迄款的吐气是一种的了解的心情，是一种的悲哀怜悯的心情。当圣神用讲袂出来即个吐气伫替咱祈祷，迄就是心真痛。毋过呢，嘛是真大安慰呢。有时阵，咱的心情歹到一个地步，拢毋知影要安怎来祈祷，啊就爱安怎来悔改来求赦免。所以圣神就会替咱来代祷，踮伫咱内面即个圣神，伊上解咱的需要，知影咱的需要伫倒落，伊嘛了解咱的问题伫倒落，伊知影咱真正需要上帝来祈祷。是并显出什么款的祈祷，圣神拢知影。所以这个感谢人心诶，知影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的。迄个感谢人心诶是伫指迄个是听祈祷的上帝。迄个感谢人心诶是一句真厉害的话。这个原文的意思用意就是用这个所在，像这个 Google 迄款的这个所在引擎吼。伊会主动到伫咱要所在即个网站去找即个资料。毋过呢，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伊毋免透过即个所在引擎，伊知影人会知影人每一个人的心内伫想啥物，上帝拢一清二楚。圣神为着咱来代祷，毋是按照咱的意思，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如果若是按照人的意思，咱敢是拢报喜无报忧嘛？咱做毋着代志的时阵，甚至拢毋敢祈祷呢。咱来到上帝面前，为送上事先写好的这个购物清单吼，顶面列出咱需要的物件，毋敢对上帝，互上帝知影讲咱内心到底真正需要是啥物。总是圣神为着咱来代求，伊真可能是咱需要即个悔改即个代志顶悬，也是讲伫悔改迄个代志的顶面。虽然咱并无清楚圣神为着咱伫代求什么，总是呢，上帝会按照圣神的即个代祷，互伊加即个成全。因为圣神是照着上帝旨意，
替圣堂咧祈求的。亲爱的弟兄们，这个被吞大的，检是马可福音第7章所记载，迄个臭耳人，佮大只厌恶的人嘛。咱大家拢是还未信主以前，拢是臭耳人的。咱毋捌听过上帝的声音，而且咱的喙舌嘛亲像拍死家一样，讲话起来是乱叫乱嚷，毋知咱在讲啥物。伫2000多年前，字架顶有一声这个土鬼，迄声土鬼是上帝独生囝最后一口气，伊讲成了，成了。这个声音虽然是真微。真微小，却是打败了撒旦的这个势力，互咱的耳光拍开，互咱的指头无搁再拍死角，互咱讲话嘛真清楚，因为上帝荣耀形象已经恢复了。亲爱的孩子姊妹，上帝已经开通咱的耳光，来听伊的声音，虽然毋通搁再。互这个世界的声音来脱掉咱的这耳光，咱就爱记你勤读圣经，安尼才会通用上帝话来清气你的耳孔塞。当一支枪所底的是这个空包弹拍出去声音，会甲这个实弹的这个枪的声同款。总是使用这个空包弹的这个甲这实弹射击的这个差别伫倒位？毋是伫伊诶声音诶大小，无共款诶，就是讲，这个拍这个空包弹诶枪，袂当互你诶表白诶纸留到任何这个空隙，总是这个用实弹会当互这个表白诶纸顶面留到你着几分诶这个枪支空。虽然常常伫这个电视顶面听到这个礼炮这是个空包弹只有药包的声音来听，伊无这个炮弹的这个炮弹无这个炮弹，敢若声音尔。所以上帝听咱，上帝互咱的喙齿袂拍死角，爱咱的喙讲出上帝的话，只有是上帝的话，才会当拍叮当人的心。这个就是咱亲像实弹的这个射击，而且也都。会当去拍到这个靶纸的这个中心点，遐个无意义的音仔话，就亲像这个空包弹只有声音啊听，袂当留落任何这个环节。上帝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上帝，伊欢喜要甲咱讲话，上帝伊嘛搁较刻薄，要咱得到咱的感谢，学到伊的话，不但对咱的嘴来讲出，互咱对上帝讲。我毋要对这个世界来臭耳人来大志，对于上帝话，却要来拍开阮的耳光，要拍开阮的嘴，要拍开阮的心，互阮无搁再互上帝来忧伤，也无搁再互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来讨贵了。阿们。回应诗歌，有啥物人了解你的梦？人生冷暖，有时你心情，悲伤的目屎流陪你，夜夜做梦，无依无我，行行孤单，有啥人了解你的梦？安慰，互你听通。有啥人了解你的梦？我互你信心甲希望。温暖的人间，你免搁失志。无相比。
有啥人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予你听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我予你甲心希望。冷暖时，兼在你有时会失志。悲伤的目屎是流袂离，夜夜做眠梦，无依无靠，惊兄搁孤单。有啥物人会当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我甲你疼痛。有啥物人能了解你的梦呢？通带予你有信心，搁有梦的。温暖的人间，你毋免搁失志，无顾目屎，嘛无伤悲乐。梦醒惊兄拢要消失去，因为你有伊。有啥人通了解你的梦呢？甲你安慰，搁甲你，予你疼痛呢？有啥人通了解你的梦呢？大到你有信心甲梦呢？都个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能了解到你的梦啦。人生冷暖，有时你失志，悲伤的目屎流袂离，夜夜做梦，无依无靠，惊兄孤单。有啥人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予你疼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我予你信心甲希望。人间，你免搁失志，无目屎，无伤悲。梦是惊兄，拢要消失，因为你有主。有啥人了解伊的梦？哪里安慰，予你疼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我予你信心甲希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予你疼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信心甲希望。人生冷暖，有时你失志，悲伤的目屎流袂离，夜夜做梦，无依无靠。惊兄孤单，有啥人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予你疼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我予你信心。
希望。温暖的情感，你免搁失去，无顾目屎，无伤悲，感情行行，拢袂消失，因为你有伊，有啥人了解你的梦？啊，你也为何你听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互你甲心是希望。无人生冷暖是。咸在你有时会失志，悲伤的目屎是流袂离，夜夜做眠梦，无依无我，惊吓搁孤单。啊，有啥物人会当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我甲你疼痛。有啥物人能了解你的梦呢？通我互你有信心，搁有希望。温暖的人间，你毋免搁失志，无顾目屎，嘛无伤悲咯。梦醒惊吓，拢要消失去。因为你有伊，有啥人通了解你的梦？甲你安慰讲来，互你疼痛的。有啥人通了解你的梦呢？换到你有信心甲希望的。都个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能了解到你的梦。金线连环，有时你心事，悲伤的目屎流袂离，夜夜做梦，无依无我，惊惊孤单。有啥人了解你的梦？啊，你安慰互你听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互你信心甲希望。温暖的情感，你免搁失去，无顾目屎，无伤悲，感情行行，拢袂消失，因为你有主，有啥人了解伊的梦？啊，你安慰互你听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互你信心甲希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啊，你安慰互你听痛，有啥人了解你的梦？互你信心甲希望。这条咱阿道当心上甲来祈祷。主啊，爸比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
今日阮对这个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32节到37节来思想，主要所谓这个土柜。对今仔日的这个信息内面，阮知影，圣神伫咱内面用讲袂出来这个土柜，咧为着咱伫祈祷，伫甲咱得到困难，为咱下过任何这难关的事。有真侪基督徒可能将其一生拢无办法做出合上帝心意的这个祈祷，拢是爱挖过圣神为着咱来代祷。保罗先生讲，圣神亲自用着讲袂出来这个土气，替咱伫祈祷，是啥款的做法呢？为何圣神用讲袂出来这个土气呢？为着咱祈祷呢？为什么是用讲袂出来这个土气呢？这一定是语言上真歹形容的这个做法嘛？无多用着语言来安慰、来鼓励的做法嘛？就只有同在陪伴这个土气尔。但伫这种的做法中，迄个土气是一种了解的心情。一种悲哀怜悯的这个心肠，当圣神用讲不出来这个土气，为着咱在祈祷，迄是心痛，却嘛是一个真大的安慰。有时阵咱的心情会歹到一个地步，咱拢唔知影要安怎来祈祷，求悔改来求赦免，圣神就会要为着咱来代祷。所以，踮在咱内面的这个圣神，伊了解咱的需要，伊嘛了解咱的问题伫倒落，伊嘛知影咱是真正需要上帝来祈祷的，并且献就什么款的祈祷。亲爱的宝贝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独生子收束予阮，互阮脱离迄个臭耳人、佮大舌、厌恶的生活。所以，阮就亲像伫厝内这个笼子，常常互你来吐气。亲爱的宝贝上帝，求你赦免阮真够容易袂记代志这个罪，搁一摆来医治阮这个臭耳人、大舌、厌恶，愿你坚固阮的信心，继续使落这个恩典。甲怜悯伫阮的中间，我会当常常的喜乐，无停止祈祷，凡事拢谢恩。但今日阮要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阮所徛起的美国，阮所徛起的台湾，或者肺炎的病毒会当渐紧缓和落来，甚至会当完全搁消失去。会当互阮回归平静、健康的生活。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孩子姊妹同在。直到见主面迄日，奉爸囝圣子的名，阿门。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所在就告一段落。咱毋茫伫后日，咱伫空中共这时阵相甲来见面。但愿天父上帝赐予恁阖家平安。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记住
祝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就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人平安，愿人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人平安，愿人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发你。认着去，祝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就甲因遵守主的命令，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发你。